ลุงจง兄弟姊妹平安健康，那我要談經濟講ลุงจง兄弟姊妹的，歷史圖行傳嘅彼得講用因為當我啲用實際那我分明，呢個上帝啊對於人類冇分別嘅講，但係為冇分別啊，因為人類攏從世間裏都係從上帝嘅嚟嘅。嗱，使徒行傳10:35節讓人講到，每一人嘛嘅民族如何，阿實要遵從上帝。要依靠上帝，要相信佢嘅人，上帝合意對佢。所以呢，呢一個都係要隻謙卑嘅心來相信呢個朝天朝地嘅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名，是個得到上帝合意，有上帝合意，是個世間嘅行道，是個要上帝嘅路線而行，這個路線一天，但是個係真理，其實那都係得到嘅永遠嘅生命。我相信那是個世間呢喺度呢，是個每一人都潛視嘅日後，是個離開呢個世間，是個能進到上帝嘅面前，係天父嘅啲。所以呢，是個信仰人相信上帝，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，是個都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因為到呢經節講是個啲萬人如何，啊每個民族如何，阿撒要相信佢，阿撒要依靠佢。是個得到上帝合意，上帝寫，上帝愛，因為這個恩典是本體對於人類嘅上帝，威風嘅上帝嚟到世間裏的出世，按照耶穌基督是十字架，3日因後嘅復活，為了咩呢？為了每一人相信佢、依靠佢，是個唔為避落啲罪惡嘅方面。當時間離開咗世間以後，是個唔為要罪惡避落。是個能進到佢天父嘅面前，那謙卑嚟相信主，才得到這個恩典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